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7月22，历代志下卷6章19节安尼讲：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愿你阿乐少念你的奴仆的祈祷恳求，来听你的奴仆所祈祷伫你面前的求救祈祷。三甲来祈祷，阿罗听阮祈祷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至权、至大、至尊的独一真神，你是早伫地、现在伫地、将来也永远伫地的真活上帝。你悬悬伫天，总是你欢喜阿乐少年阮这软弱卑微的人。你无惜家己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来为阮牺牲，只为着体恤阮，互阮通甲你和好。主啊，你的恩典是遐尼大，阮只有用一生来回应甲感谢。主啊，愿你阿乐少年，愿卑微的恳求祈祷，愿你欢喜来听，你奴仆伫你面前祈祷恳求的声，求你使用你的慈悲甲怜悯，互阮通得你施恩甲疼痛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每一天愿意祈祷恳求，伊的确要阿乐少年咱祈祷的声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